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安安，安，欢迎来到实习日志。我们今天来到西螺店，对，然后旁边还有丰神庙啊，然后还有台湾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迹接官亭，就叫做海法。好，那我们还继续拜拜了，求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走吧。Go！好，我们第一站已经结束了，那我们就要去到下一站喽。我们走吧 ，Go！ 好，我们来到了第二站是哪里呢？永华宫。对，然后里面供奉的一样是广泽尊王。那楼上还有人称正式诸葛，就是明郑时期的军师陈永华。对，楼上也有供奉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去拜拜吧，走吧。好，那我们第二站也结束了。那永华宫其实它也是算一个古迹啊，对。那因为现在是过年时间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，那因为去年是太不平安的一年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了新年快乐，对。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可以有更好的事情来等待各位。OK。鸿运当头。对，牛年行大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拜。